راكي دور جيلنا صورهم يكل ساعة كيكما داتا مانجر زاسم جونيكي شينكن كوريغا سونتو هانسوكي شيشو لينزن بينكن جيول那今天我的主题是这样啊，我们的责任和方式。我觉得无论是谁啊，无论你站在哪里，何时何地，你总是有责任的，是你自己的责任，或者家庭的责任，或者一个区域的责任，或者一个部族的责任，或者一个国家的责任。这可能有多大的，或者每一个人的态度不一样。那毕竟每一个人，或者说作为一个生命，它存在的，它肯定有责任。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了，一定要吃早餐啊，这就是一个责任，对自己的一个责任。所以呢，我本来昨天准备的是，就是可能要更多的，尤其是我觉得今天在座的都是我们古弱教育界的啊。我自己经常这么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教育。真的有时候我们说环保啊，它背后是什么？为什么不环保？所以我觉得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域和。所以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就是从事当老师的啊，我自己呢，可能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传统也有这样，但我们自己现实的很多问题，现在的这些专职，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些融合、大的这些选择趋势的阶段，所以老师更重要。老师，我最尊敬的两个人，应该说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尤其目前这么一个大转型过程当中啊，还有翻译者罗兆老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现在的藏传佛教，原本也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传统文化也是被发明的，它不是历来就有的。但是原来藏传佛教是完全是外来的，在我知道的这个情况来说，不是我们本土的一个啊，所以当年的那些翻译家、那些老师就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是佛教变成了藏传佛教，所以现在成为我们最核心的精神价值。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概念，就一般的老师概念，我觉得很多有时候不在教育界的，可能当时他扮演了一种这种翻译者这种桥梁的作用。无论在一个家里或者一个区域的明白人，我也叫老师。所以这些老师就是让我们去怎么做。那今天我们在做的都是具体的，在你们的教育底下，就一批活的人出来了。所以这些人将来就目前他就处在这么一个特定环境的教育环境下，将来20年以后，他要面对另外一种我们不克制的另外一种境遇和一种时空。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老师特别重要。所以我其实特别想谈的就是我说我们的责任和方式，因为可能大家无论在哪个岗位，无论在做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责任。你当然这个责任是没有大小的。如果你比如说一个家里的家长，你如果特别负责任的当个家长的话，你就尽到你的责任了，这是特别大的贡献啊。当老师的可能更知道我们，如果你的孩子，你知道哪个孩子谁家的怎么样啊？而且我想，曾经我们跟一个朋友谈过，说你可能是一个某某某非常有名的教授，或者当政领导，或者某某某非常有名望的一个人啊，但是你的儿子没有出息啊，你的孩子不行啊，甚至走了歪路了，那你这个人不称职，你这个人有问题的。你连自己的孩子都带跑，你还能影响社会吗？所以我们说这种责任就是包括一个学生，那把他派出去了，父母把他送出去了，他的责任是什么？他在那个学校里面，他每天他面对作业本的时候，他的责任是什么？我觉得，所以我就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主题，我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可能自己不是一说责任的话，是国家的责任、民族的责任多大去的，不是这样，就是不一样的，大家的角度不一样，大家的整个从前世的前世到将来不知道的几世
我们的整个生命传承是不一样的，这不叫能力或者不是机遇，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生命，但是我们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责任，有不同的机会。所以如果做一个老师，比如说就做1年级的老师，做了30年的1年级的老师，只会教嘎嘎嘎嘎，我觉得你说这个老师不为大。如果他能把嘎嘎嘎嘎教的特别到位，是一流的，这就是老师。所以这就是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就是把嘎嘎嘎嘎在这个年纪，这些学生就是嘎嘎嘎嘎学会了，而且写的那个字体都是当年那个小学老师1年级的字体的话，这就是伟大的老师。所以我就想，这个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想，可能每一个刚才说了，我们都有责任，尤其当老师的真的。后来，尤其是自己现在身为父亲啊，自己有子女以后，更知道这个教师这个位置。所以他的责任，我自己也曾经当过老师，有一段时间。后来确实从这个中学的岗位走向科系里的时候，当时也说了这句话，我说如果做个其他职业的什么，我做坏了，或者做差了，做歪了，我觉得就做歪了就歪了。比如说我是做电脑的，这一批电脑做坏了，那也没什么关系嘛，最多我赔偿嘛，赔偿不了我就付经济代价，我或者要负法律责任，不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代价吗？但是一批人没有了，或者一批人歪了坏了，那这样你说怎么弄？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尤其当老师的，不是说因为我们自己不当老师，所以今天在座的老师说，哎呀，你们都有责任，不是这个意思啊。是真的当老师的，我知道，尤其是有些老师看着有些人说可能，哎呀，那个同学我们两个是一块儿毕业的，从民院毕业以后啊，人家现在他的同学已经当州长了或者副县长了什么什么了啊，但是这个还是个小学1年级的老师，还在教嘎嘎嘎嘎啊。我们藏区经常这样说，好像只有走那个道路才是前途啊。如果默默无闻的当一名小学1年级的30年的嘎嘎嘎嘎的老师，他就不是老师。所以我们真有这样的舆论，现在我们有很多整个活在这样的一个舆论或者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导向当中的时候，所以很多人是默默的在那里一直在工作，他可能他自己知道，有的时候可能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也不知道，但是他确实这些年来一直就是当了一些小学老师，而且他不是逼迫的，他其实有多种选择的可能，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就只是当了一名老师，可以这样的老师，所以这就是责任嘛。这个3江源确实现在是个流行的说法，生态也很流行啊，环境保护这些，所以我说我在干时髦，我在走这个流行的道路，我比较聪明嘛，或者这样开玩笑，就说这么一个，但是我们确实要想清楚的是背后是什么。一个是为什么老早以前不说生态，或者老早以前有人说过生态吗？总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从方式来说，哪怕我们有责任，你们要做环境教育，就是我就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希望有这样协会的一些会员，在教育界的一些会员，我们称他为教育界，而且特别有情，他没有态度不行，他是北大博士出来的也没用。啊，吃了自由这个，有的人不是跟他说，吃了自由，不能吃嘛，也不是一样。这个就真正有感觉的，在教育界的，我们特别有，我们自己跟协会有关系，我们是个民间的，我们自己称他，现在有一批人啊，叫3江源协会绿色特使。这个里面我们做这个，所以呢，这个我就想，那我们做教育的话，我们想。哎呀，国外有一个环境教育的方法，北京有一个，我们把它拿过来搬到这里，放在这里，不是这样，我们要想清楚啊，什么叫环境？是我们的环境，环境是某一个参照物，它的外围。今天我们的环境就这里，你看，就这么一个有灯，前面有这些，这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的我们的环境啊。那个环境叫部落有部落的环境，也没有叫部落某一个村子，就安尼玛清雪山里面的某一个沟里面有沟里面的环境。所以这样的我们，因为我们确实特别有时候形式化、口号化、空洞化，有时候我们现有的一些口号、现有的一些说法，
一些美丽的言辞，如果能添出一些内容的话，那就有意思了啊。但往往都是一些口号形式这样，所以我是对这个比较有一种想法，所以说这个总的来3家园刚才我就说这个，现在就不说这一方面，这个已经就这个一个阶段啊，这个又叫责任也好，我们叫态度也好，但同时我刚才说到方式里面，这个方式真的不好找，特别难找，而且尤其生态这个，生态一说，你比如说这个青藏高原的变化。几万年的变化，人家叫宏观气候变化。我们以为我的爷爷的爷爷这样说的，那肯定是这样。你爷爷算什么？爷爷你俩算起来才几百年，就几秒钟。它是整个多少宏观气候几万年的变化这样的一个宏观段，而且是不是仅有从猴子出来了，最后变成人类了，最后高度发展到今天我们这样。或者这前面有没有还有一个世界，还有就一个周期完了，是不是另外一个周期都不知道，所以那这个生态是这么一个长的一个。现在我们说的，我们一般像我这样的话，传统文化的教养特别不够，教育特别不够，没有这样的。但一般就读了一些这个初中、高中的课本嘛，那个里面说的，就是大陆漂移学说嘛，什么那个印度板块通过这个下面底下以后，喜马拉雅举起来了，还在增长嘛，什么这样的变化。但整个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地方，青海湖曾经有有森林啊，现在果洛云是很多地方有煤矿，这个我们就知道，哎，这个原来看过森林啊。这么大的这些变化，它的变化有时候它就像人回老了。有一个老师说过，那个平措王的，有平王老师怎么说的？他问你们这个生态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为什么要环境保护？他说从他的那个宇宙的这个感觉研究来看的话，整个太阳系现在进入老年期了，所以将来整个地球变为火星那样只是客观趋势。如果你现在说再造山川秀美的地球啊，地球传媒要变成绿色的，他说这是唯心主义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大的宏观怎么样？前面包括几百年以前我都不知道。将来10年我们都看不见，明天都发生什么事都不清楚，所以生态是一个这么空间、宇宙立体综合的这么一个，所以我们现在将来是不是要生态大革命？我不知道，目前正在，至少大家很多项目都是生态的，我的项目也是生态，我们民间的这些人也在玩这个东西，政府的很多刚才70多个亿也是生态啊，底下的农民也要想办法从这个地方，这一次有太阳能还是？给煤蜡，还是给什么东西？背后不就说生态？所以说的很多这个多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民间的方式来做这个。首先我说这是一个民间的方式啊。第一个，这个也不是完全冲民间的方式，因为我想这今天在座的我们都有，可能也有政府的这个大家老师们，还有主播，他是个福县人，所以。我就想，生态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就是大家都参与。而且我刚才说环境保护可能有几个阶段，开始说喊口号或者大家说的阶段，最后这么做，最后现在是叫工程阶段。我说，工程阶段就是修围栏啊、大炮啊，刚才那个人工炮啊，那个叫人工降雨啊，给灭树啊这些。之后，将来这些可能不够，还有更多层面，慢慢的这些深入，包括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那将来会有一个什么？而且现在阶段，我觉得现在是国有环境保护阶段，在中国来说，就是国家在保护啊，没有说我们全民参与啊，或者老百姓参与的时候，只是执行国家的这个，比如说建围栏啊、移民啊、人工降雨啊、灭树啊。而没有在我的生活当中有我的方式在进行生态保护，没有啊，这叫将来的什么叫公众参与？什么叫全国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嘛？不是这么说吗？而且是国策嘛，人人有责都有责任。那没有说人人怎么方式，我们3个人合在一起保护也是。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环境保护啊，整个现在这个民间的方式啊，民间组织，民间这个是一个新的东西啊！我自己经常想，环境保护，我想现在是进入到好像国有的阶段，
就像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那个阶段，星子姓氏，白毛黑毛，抓住老鼠去炒啊，就要特别说那时候猪和油还有什么这样的啊，就是当年国有经济到民营经济，现在这个混合经济的这个过渡阶段，那当年替私有制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就是观念上的改变，这是一个方式上，将来要保护青藏高原，保护中国的生态，肯定只能走人民的道路，我确信这样，就是所有人民参与，在人民的生活里面，在文化里面，就是环境保护的，这个时候就不需要3+0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了，就不需要你在那吹牛，你们走吧。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方式，我们走路都是环境的，我们都是明白。那还要你说什么？比如说前几年在北京的环境保护组织在说垃圾分类啊，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欧洲的方式，不可能我们国家退不开，经济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老百姓的意识怎么样？现在北京都是分类的垃圾。那现在你再说垃圾分类，你干什么？大家都知道啊。你再跑到这个地方说什么，都是变化。所以我就说，包括教育，很多都在变化，包括草原。我听说草原现在说土地流转、物权法的颁布，草原土地有可能叫什么？以后叫那个有权专让，怎么说这种？如果这样的话，我自己以后在想，哎呀，这个草原更有自由。现在是50年不变的，是吧？将来如果这个草原可以卖的话，你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比如说这样的大陆，我想也不好。我觉得还是草原总是，因为我们不会管草原，我们不知道草原的价值，所以很容易，比如说我不知道我这个被子是值1万块钱，哎，他说给1000块钱，我高兴死了就卖掉了。后来才发现这个是100万的一个什么哪个朝代的一个什么差别啊？所以草原有可能随便卖去，到市场条件下，信息不公正，经验不对等。人家有100年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我昨天才开市场经济的，那特别容易，那小孩说的一样就卖走了，而且特别走的啥，哎，都是人民币啊，白花花的银子收的是吧？哎呀，100万够了，老头子就100万够了，这辈子也没做过这种，我到草原就换100万了。现在我就想，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我现在今天都在对思考一个问题，比如生态移民里面，自由啊。你自己有草原，义不义是你呀，你自己要决定啊。其实这个时候也不是在做一个选择嘛，或者做一个买卖嘛，是你自己决定啊。所以这样的时候，我就现在说，这种阶段的时候，将来很多都在变。现在我乱了说的，现在我就说都在变啊，教育也会变化，教育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变化，现在的教育也不行吧，好像很多人在骂教育。他们说什么教育部是个部长是乌鸦啊，什么，但这不是说这部长怀疑，整个体制，我们的国民教育啊，说这个国家的技术特别差，都是把日本的车买过来，把它拆开以后再造一个，说是在国内说总部在驻马店，在世界说总部在中国啊，加毛五。我们的更新技术不够，那我们的教育落后啊，我们没有创新思维啊，我们自己都知道。一个在牧区长大的一个孩子和一个教育出来的，有时候牧区的聪明啊。他第一次买到摩托车的时候，在我们的家乡这样，他买了一个长长的，还有盖房子的柱子，他摩托不会骑嘛，就绑在后面，这样歪的时候可以支撑一下，那样歪的可以支撑一下。当然，在公路上不能这样走啊。但这个突破了一些传统，我们是因为摩托车只能在哪里学啊？就很多就是这个是我自己想啊，但看的那把生意。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受教育的和没受教育有特别的区别，很多是特别教条化的，脑子是框架型的，走流行的，走形式的，口号式的，那都是这样的一个脑子啊。所以我们教育也会改变，所以这样的改变的时候，将来而且很多很多的问题，政府政府单有解决的，将来特别好的社会是什么？可能有第三力量存在的啊，我们经济上也不是这样吗？原来的你看，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不要说，整个现在第三产业的这个里面的成分我们看一下。所以现在无论是环境保护也好，包括现在牧人促进会也好，这样，但是这样的一个民间的
依据宪法，公民有结社自由，再依据社团管理登记条例什么什么，就国内的这样合法的，我们成立了牧人促进会、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这是个平台，就有这样的平台以后，我们有缘今天坐在这里。所以对这样的事情的评价，我昨天那个朋友说的，他说他也许可能这辈子都没有缘分，可能他说他不想走，是我们的一个员工，他说他不想去我们这个9号马上要去这个项目，他也不去了，他一定要听这个课。昨天说给主播打个电话，能不能留个座位啊？这样啊，我们不吃饭，我们不住这儿，我们就有机会，这里能不能听一下？说这是可能，他说一生他也跟我说，你也好好思考一下。也许你可能这一生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但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怎么创造的？这个评判是什么？所以，我其实说方式的时候，刚才那个前面说方式的时候，我说我很糊涂啊，我很矛盾啊，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楚啊，有时候越想越睡不着啊，越想越不清楚。他必须要这样思考，我们必须要这样考虑。第二个，我们说评判，大家一般这么说。政府这个也没做，那个也没弄好，那个县长不行，现在这个都是天下为人办，那你呢？你来弄一下。所以很多大家都说，现在昨天我说的前面我给准备的那个里面，我就说特别重要的一个，我想可能枝头不是指向别人，是这个自己。比如说，我就这么想，你自己有很多方式，你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你是国落的某一个小学的某一个年级的30年的嘎嘎嘎嘎的老师，那这是你的空间，你有家庭，你有工资，你就有叫嘎嘎嘎嘎的权利。我羡慕你，我还没有呢。这个不是讽刺啊，真的，你有这样不一样，你有这样的机会，你可能不需要跑来跑去怎么样，你就有这样，你每天就很认真的做这一件事。很多有一个特别高的人，他跟我说，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情。你认认真真去做了，你不要旁边挂什么放，那边说什么，你不要跟着，你就把它，或者你听了也是，你看着你走的这一条道路，你看你做的这个事儿怎么往细里做。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说，那我的做好了，我的家庭做好了，我自己做好了，我的协会做好了，或者我们自己有没有方式？现在我们说那个我做好了没有？这个不太说啊，这个我们跟大家。但总的说，这是应该是，我想很多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自我。我们现在这个协会啊，我也讲了，现在有很大机会。你看今年，我们就升为青海省级组织案，这不是我个人能力，这不是什么靠关系，真的不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都是主要是政府促成的今年。去年科部在这边民政局工作。还有很多这些大家都关注这些的，包括这个林业系统的，现在三江源管理局的，我们一起在做这个协议保护地啊。我们让三江源把保护权让给老百姓，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措池村2个之间订个协议，你不要管了，你走吧，你到时候保护好了没有，你来看，我听喇叭也好，我唱歌也好，我跳舞也好，主要是看成效，你看明年来。你要是生态保护，你到底你有没有指标？什么样子叫保护好了？我们说好，有没有可能这个阶段今年完成什么？完成了，那好了，你也这个地方不需要养那么多干部，你不需要花那么多成本，最低成本的、全民参与的，我们高高兴兴干，跟我们文化结合的，我愿意，你不让我干，我还难受。这样的生态保护，三江源行，三江源管理局高兴了。他说：“这个博士现在能不能推到三江源将来的一个路子，就是乡村自然保护的一个道路。”所以我就说，民间组织这是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是合法，因为我们现在必须是有这个空间宪法，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依据宪法延伸出来的具体，现在民间组织社团管理有国内有很多，今年的四川地震大家都知道了，民间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你看看这个资金比例里面，每天看电视的时候，可能我是个
更关注一些东西，有稍微趋向性啊，人这个比较自私。你看这个民间的这个自己国内外的，民间是大的啊，国外叫非政府组织是吧？非政府组织不是说和政府反对的，不是这么意思，就是不是政府的操作方式，或者不是政府的渠道，从资金、从操作方式很多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社团。所以，那这个你看上一次他们都这么说的，在四川地震的时候，民间的韩红他自己想给多少东西啊？他钱一拿出来就是，这也是民间啊。还有我们几个人，几个老板或者几个人，我们自己，哎呀，这个四川人民正需要现在大家一掏出来100万，买什么？现在肯定再去没有肉吃啊，现在也没有冰箱，也放不住，猪也没有了，全没有了。买了以后，雇了几个那个冷冻车，拉出去。政府那边的话，它必须是先到什么救灾处啊，再到哪个地方，那个活的猪是活的，不能放在仓库里面。政府的必须是，它是那个就是这种框架性的、程序性的，它先是哪里的，那登记在这里，之后呢，再把它怎么分给哪些人啊？还有你看民间的，我们知道跟我们合作的那个山水，他们怎么唱？他们第一次进地震灾区以后，他们在做什么？给灾民想办法看电视拿发电机，就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哦，原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我。就是他们当时他们最怕他们完蛋了，在这个山沟里面，没人管我，没人知道我，他们也不知道。